大家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你而家所相信嘅，你嘅信念系統能唔能夠達成你嘅目標嘅咧？嗱，呢個問題好似好怪咁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，如果你係有啲咁嘅諗法嘅，由細到大咧，你阿媽都係同你咁樣講，啲有錢佬咧都係奸嘅，我哋要對抗資本，啲有錢佬咧都喺度剝削我哋。但係同時咧，你又同自己許咗個願，我喺40歲之前要成為一個大富豪，我要賺大錢。咁你所相信嘅同埋你嘅目標好明顯有一個衝突啦，係咪？但往往我哋喺香港，尤其是係中國人，就係面對呢個咁嘅情況，由細到大咧，我哋嘅父母會灌輸一啲仇富嘅觀念俾我哋，一啲信念。嗱，如果你係基督徒嘅，會有咁嘅講法：富人要進天國，比駱駝要穿過針孔更加難。如果你係一般家庭嘅，可能會聽到啲諗法：10萬未開頭咩？啲錢喺天跌落嚟咁咩咁？呢啲咁嘅講法，呢啲咁樣嘅意念咧，其實會形成一個細路嘅信念，就係錢係好難賺嘅，有錢咧就會變壞人。咁如果你個腦入邊隱約依稀，你有啲咁樣嘅諗法，同時你想追求財富，你想得到資本，你想賺大錢，你會遇到個現象叫做心理阻力啦，好高大上嘅講法。心理阻力其實即係咩意思咧？你根本嗰個腦嘅 operating system 唔容許你追求呢個目標，因為追求呢個目標之後，你就會成為自己心目中抵制嗰種人，你心目中睇唔起嗰種人。咁嗱，呢個問題係好常見嘅，所以我而家再問多你一次：你所相信嘅，你嘅信念系統同你嘅目標同你嘅夢想 compatible 相符嗎？嗱，點解今日要講一個咁樣嘅問題咧？如果我冇解決方法俾你咧，我係唔會提出呢個問題嘅。所以今日我會教你一個方法，一個12個 step 嘅方法，做一次就得㗎啦，去解決呢個問題。但係我開始之前，我想講多一啲呢個普遍存在嘅 human condition，係人都面對呢個問題，所以你唔需要覺得好羞恥啊，或者唔敢俾人知。每個人都係咁，因為我哋嘅信念系統、我哋嘅觀念係由我哋嘅老豆老母啦、社會啦、學校啦、身邊嘅朋友啦、媒體啦，雜亂無章咁樣 install 入去你個腦入邊。喺你7歲之前咧，其實你嘅觀念係唔牢固嘅。你身邊嘅人信咩咧，你就會信咗啲乜嘢。你係靠身邊嘅 input 去形成一個 belief system， 一個信念系統。嗱，我再問你一次，如果係意外地、雜亂無章地 randomly 有條友灌輸咗一啲概念入俾你個腦入邊，咁呢一套信念系統，呢一個世界觀，會唔會係最能夠幫你追尋你嘅夢想、追求你嘅目標嘅一套信念系統咧？咁嗱，可能有啲人聽到呢度都會覺得好怪，信念系統唔係關於真相嘅咩？我信某一樣嘢唔係因為佢係真所以我先信嘅咩？嗱，呢個就係一般市民、一般人嘅諗法。我介紹另外一套諗法俾你聽，信念係工具嚟嘅，係就住某一個目標去用嘅一啲工具嚟嘅。暫時此時此地，或者喺呢個人生階段，如果我要做呢樣嘢嘅時候，我就用呢一套信念系統去追求我嘅目標。如果你要揾錢嘅，你冇可能仲保留住錢係污糟嘅，有錢咧就會令到一個人變壞，甚至咧有錢人咧係好低層次嘅一種存在，士農工商。如果你有少少呢啲咁嘅觀念咧，你賺錢嘅時候行一步退兩步係唔得嘅。咁所以嗱，每一個成年人都有一個責任，一來有一個責任，二來咧，如果你唔咁樣做咧，你會成世都過得好唔開心。行一步退兩步，逼自己再行3步，跟住退翻1步，可能你到最後係得到你嘅目標，但係你都會唔開心，因為你淨係得到一個你嘅信念系統話俾你聽，係一個低賤、係污糟、係邪惡嘅一個存在狀態。咁所以喺今日呢段片入邊，我想介紹一個步驟，去幫你自主設計自己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信念系統。嗱，唔好搞錯，喺呢段片入邊咧，我唔係鼓吹你老豆老母點樣害你，呢個社會點樣害你，呢個文化點樣害你，佢哋冇心害你，佢哋都冇諗過你嘅存在，佢哋只不過你行過唔小心吸收咗呢啲咁樣嘅諗法入你個腦入邊嘅，媒體唔 care 你。OK， 所以一個成年人有一個責任去重新檢視下自己信啲乜嘢。我相信95%睇緊呢段片嘅觀眾其實唔知自己信啲乜嘢嘅，喺某啲情況先會逼到一啲諗法出嚟，但係好快咧，嗰啲諗法就會潛翻落去。因為信念之所以有力量，就係因為佢潛藏喺你個潛意識入邊。如果呢個信念係曝咗光，你知道佢嘅存在，佢對你嘅控制咧就會消失。所以喺呢段片入邊，一開始咧我就會教你逼佢哋見光死，將你嘅信念系統咧調晒出嚟，攤晒喺度，陽光睇下，檢視一下。嗱，我哋開始。
第一步寫低你而家相信啲咩，你可以準備半個鐘、1個鐘去做呢件事，因為唔係咁容易諗啊。如果你就咁坐喺度諗咧，係唔容易，所以我俾啲提示你：health、wealth、relationship， 關於健康、關於財富、關於人際。OK， 其他關於政治啊、關於哲學嗰啲，我哋唔好理佢，最貼身嘅 health、wealth、relationship， 健康嘅信念、財富嘅信念、人同人之間嘅信念。老豆老母對你嚟講係點樣嘅一個存在？伴侶對你嚟講係一個點樣嘅存在？錢對你嚟講係一樣點樣嘅嘢？朋友對你嚟講係啲乜嘢？盡量寫半個鐘，逼自己寫，同埋你可以喺日常生活嘅一啲衝突入邊睇未到自己信啲乜嘢。嗱，寫咗未？如果未嘅話，我鼓勵你撳 pause， 然後寫咗，做完呢一步先，然後先去第二步。Step 2， 嗱，你而家應該喺個台面前面有張紙或者有個電話、有個電腦咩都好，有一個 list 嘅信念喺度。你相信啲乜嘢？而家我想你做一樣嘢，逐個喺度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喺過去呢30日，呢啲信念、呢啲咁樣嘅諗法有冇現過身？咩意思咧？呢個咁樣嘅諗法有冇具體驅使你做某一樣嘢？有冇變成行動？嗱，我唔係話冇變成行動嘅信念就唔係信念，但係佢唔係咁迫切。如果你有10個信念，入邊有3個咧係成日出問題嘅，成日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邊搞到你同人鬧交嘅，搞到你輸錢嘅，搞到你錯失咗啲機會嘅，咁呢啲梗係要解決咗先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嗱，望一望你前邊嗰堆信念入邊有邊一個係30日之內現身過？嗱，甚至我可以講得盡情一啲，如果60日之內冇現過身嘅諗法，冇現過身嘅信念，你當佢唔存在都得啦。Chances are 佢根本就係一啲你自己嘅幻想嚟，其實你唔係真係信嗰啲嘢，只不過係你老豆老母係咁喺度講，你念口簧擺咗入去，但係其實喺你嘅人生入邊冇 manifest 過出嚟，冇變過行動嘅一啲信念咧，根本就唔屬於你。OK， 嗱，揀到未？喺你30日入邊變成行動過嘅一啲信念，揀一個出嚟。而家我哋揀一個做練習啫。第3步，我哋將佢分類。信念有輕重之分，有核心，有外圍，有困擾你，有唔困擾你嘅。咁我哋首先分咗類先。第一個分類係一啲確定性定係一啲可能性。如果你有睇書咧，你會見過一個概念叫限制性信念 （limiting belief）。通常限制性信念嗰個樣咧就係好確定嘅。喺呢啲情況咧就一定係咁噶啦。呢種人咧就一定係咁噶啦。鬼佬咧就一定係點樣噶啦。朋友咧就一定係咁。係一啲好肯定嘅語氣嘅一啲諗法嚟嘅。咩叫做可能性嘅信念咧？有個概念叫 generative change， 係容許你諗多啲嘢嘅，佢係容許你成長嘅，冇咁肯定嘅，試下嘅啫。任何殺我唔死嘅事都只會令我更加強大。無論你天才過我幾多倍，只要我比你努力咧，我一定會贏你。係令你做嘢嘅一啲信念。OK， 第一個屬於邊種咧？限住你唔做嘢定係鼓勵你做嘢嘅咧？第二，呢個信念究竟離你幾遠咧？你係道聽途說聽翻嚟，睇 YouTube 聽翻嚟，或者電視機有條友係權威係一個領袖佢講，咁你冇諗過你就信咗嘅一種信念啊？定係你切身體會過蝕底過，真係俾人傷害過而得出嘅一啲結論？嗱，唔同啊！呢兩種信念嘅力量究竟係聽翻嚟定係自己領悟翻嚟？第3個分類究竟佢同你嘅身份認同同你嘅 identity 嘅距離有幾遠？我係一個懶惰嘅人，我係一個知識分子，我係一個運動健將，我係一個好人。呢啲咧好核心。相對於呢啲核心嘅信念，遠少少嘅例子咧，例如好仔唔當差，又或者咧政治就係交易嘅藝術。呢啲唔係好關自己事嘅邊皮一啲嘅信念。嗱，第3個分類離你嗰個自我嘅結構有幾遠？第4個分類係全稱命題啊，定係具體一個場合先用得上嘅信念？嗱，呢度我唔講太多。所有男人都係鹹濕嘅，咁全稱命題啦，係咪？如果一個異性無事獻殷勤，佢就對你有興趣，咁咧呢個就係好比較 specific 嘅一個信念。咁分咗類先，你啱啱揀咗出嚟嗰個信念屬於邊一個類別咧？分咗類先。嗱，第4步解構你嘅信念。你揀咗出嚟嗰個信念，嗱，我哋分咗類啦。而家咧，我哋開始慢慢拆開佢。佢究竟點嚟嘅？我哋叫 initial sensitizing event (ISE)。
每一個信念都唔係抽空咁樣自己憑空諗出嚟，亦都唔係就咁講一句咧你就會接受咗，而係有一個經歷嘅，通常係一個回憶嘅。所以我而家想你慢慢諗一諗，你揀咗出嚟嗰個信念究竟係點樣嚟嘅咧？究竟係喺細個嘅時候阿媽講俾你聽啊，定係你俾人蝦嘅時候，你俾朋友出賣嘅時候，你得出一個結論：呢個世界冇真正嘅朋友，只有利益。譬如一啲咁樣嘅信念，就係來源於一次細個嘅時候同朋友出去玩嘅時候被背叛嘅經歷，所以嗰個叫 initial sensitizing event， 揾嗰件事出嚟嘅回憶。OK，第一，第二，你要諗清楚嗰個場景，究竟呢件事同埋呢個信念有啲咩關係咧？你其實只不過係俾朋友出賣咗一次，點解你就會得出一個結論？冇真正嘅朋友，只有利益。可能係因為咁。原來嗰次佢哋出賣你咧，就係因為利益啦。咁跟住咧，你諗嚟諗去都諗唔到其他原因出賣你。咁跟住咧，你就覺得係因為利益，然後你就 generalize 所有朋友都會係咁啦。但係可能嗰個朋友對你嚟講係特別重要嘅，喺你嘅心入邊咧，喺細個嘅心靈嘅時候，你可能得3個朋友，有一個朋友咧咁樣出賣你，所以你就得出個結論，其餘嗰2個朋友咧，我都唔好俾個機會佢傷害我啦。嗰個 context 係咁樣。嗰件事同埋嗰個諗法個連結喺邊度？我哋叫 context。上文下理。第三，我哋要解構啲乜嘢咧？分開 explicit 同埋 implicit content。explicit content 咧就係發生咗嘅事，佢喺邊時邊日，因為發生咗啲乜嘢，有啲乜嘢利益，佢做咗啲乜嘢。背叛係你嘅解釋，背叛係你嘅 interpretation。implicit content 咧就係你點樣理解呢件事，你當時嘅情感係乜嘢？背叛係一個nominalization，係一個字嚟嘅。你因為佢做咗啲乜嘢，覺得被背叛，然後你個感覺係點樣咧？寫低嗰一次嘅記憶嘅情感 implicit content， 然後再問一下自己，我係點樣用呢個信念嘅咧？你而家個腦入邊嘅所有諗法嘅所有信念，其實都係有功能嘅，係有目的嘅，唔係因為某件事發生咗，所以係真實，所以咧我就咁樣相信啦。唔係，我哋嘅信念系統係咁樣安排嘅，係有目的嘅。佢可能係保護你，佢可能係推動你去做嗰啲事，又或者咧佢係令你自我感覺良好。嗱，3個功能，你將佢分類，究竟呢一個咁樣嘅諗法係保護緊我啊，推我去做嘢，定係令我自我感覺良好？最後你要如果可以嘅話，你可以諗一下呢個信念嘅 secondary gain 係乜嘢？嗱，有個 concept 叫 secondary gain。我哋成日以為我哋咁樣諗，或者相信呢樣嘢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就係咁啊！呢個世界就係咁啦，人善被人欺啊嘛。殺人放火金腰帶，修橋補路沒屍骸啊嘛。因為我哋睇新聞，啲仆街咧就賺好多錢，跟住咧好人咧就俾人蝦啊。事實就係咁，咁咧你就混淆咗 map 同埋 territory。你見到嘅嘢係一啲 sample 嚟嘅，呢個世界咧唔係得嗰幾個人，你見到嘅嘢唔能夠代表世界。你用你見到嘅嘢，然後建構咗一個信念系統，代表咗呢個世界。呢個係一個地圖，唔係真實。而好多時候，我哋嘅地圖，我哋嘅信念之所以係咁樣建構，係 serve 一啲 purpose，係為咗一啲目的，而唔係為咗真實。咁所以嗱，我再問一問你，你呢個咁樣嘅信念有啲咩隱藏嘅功能？如果你覺得有錢人都係壞嘅，仲有啲咩可能性？除咗有錢人真係撲街之外，佢有啲咩功能咧？至少嗱，一啲例子，一啲可能性。你赦免咗自己嘅罪孽，因為如果有錢就係撲街，跟住你嘅自我定位、你嘅自我身份認同咧，係一個善良嘅人，咁你就有完美嘅解釋自己懶、唔賺錢、唔上進。咁點解你想懶同埋唔賺錢唔上進係有另外一啲原因，但係至少咧呢個信念俾咗個藉口，你唔需要追求呢啲目標，係咪咁咧？定係有其他可能性咧？咁嗱，你自己諗。嗱，so far我哋未講對策，你要對佢有足夠嘅認識先能夠真正對付佢。所以嗱，最後認識嗰一步，第5步就係究竟邊度嚟嘅？究竟係你自己領悟出嚟啊？定係老豆老母講俾你聽啊？定係一個老師灌輸俾你啊？定係社會嘅主流文化？我哋呢個社會嘅價值觀就係咁，你唔諗都冇諗，你就係啊，邊度嚟嘅咧 ？Sources of belief。然後第6步，下一步咧就係揾出呢個信念嘅假設。通常我哋嗰啲信念咧唔係抽空嘅，係一層一層咁樣疊落去嘅。OK， 人應該要。人唔可以害人，係一啲好高 level 嘅信念嚟嘅，然後先至會有下一個有錢人
都係撲街，加埋人要做好人，所以我唔可以做撲街，所以我唔可以賺錢，先至有下一個 level 嘅行動。所以我懶，所以我唔賺錢，所以我撇，所以我躺平。OK，所以我而家想你喺呢度再諗下，你而家呢個信念有啲咩高一層嘅假設？例如咁，你有個咁樣嘅信念，大個咗之後識唔到朋友，出咗嚟做嘢之後識嗰啲朋友都係唔真心嘅，都係假嘅。咁嗱，呢個一個諗法，呢個信念嘅假設係乜嘢咧？識朋友需要真心，係毫無防備嘅情況底下先可以結交到朋友。嗱，我唔係話真或者假，但係可能有一個咁嘅可能性。有冇聽過不打不相識？如果兩個人係對手，係打緊嘅時候，如果唔係完全真心，係冇防備嘅情況先會結交到成為朋友嘅話，咁點解會有一個言語叫做不打不相識咧？打嘅時候係最防對方噶啦，係最算計對方噶啦。點解會打完之後會不打不相識啊？咁所以嗱，呢個諗法其實係錯。呢啲咁樣嘅信念，呢啲咁嘅假設咧，你永遠能夠揾到反例。所以其實我哋嘅信念唔係真理嚟嘅，我哋揀呢個信念，我哋咁樣諗嘢，只不過係啱啱 fit 到我哋而家呢個 purpose，我哋而家暫時呢個狀態做緊嘅嘢嘅時候，咁樣諗嘢方便，所以我哋會選擇去相信呢一個諗法。嗱，下一步底操，你面前呢個信念係咪限制性信念？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再揀過另外一個，由頭嚟過，直至到你揀到一個係限制性信念，然後問自己個問題：你願意放棄啲乜嘢去放棄呢個信念？我再講多次，你願意放棄啲乜嘢去整走呢個限制性信念？係人都想自我解放，係人都想實事求是解放思想，係人都想成長嘅。但係點解咁少人真係做到呢件事呢？因為其實任何改變、任何成長咧，都係有代價。大部分人其實就喺度幻想一樣嘢：無痛成長、無代價改變，冇呢件事。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願意放棄啲乜嘢去整走呢個限制性信念？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，任何信念、任何諗法，而家喺呢個腦入邊，佢係有功能，佢係保護緊一啲嘢，或者推動緊一啲嘢，或者俾咗一啲感覺你。如果你整走咗佢，你會失去咗嗰啲好處 ，secondary gain、primary gain。所以你知道佢嘅功能，佢帶俾你嘅好處之後，你要揾方法去代替呢個好處，又或者你要承受失去呢個好處嘅後果。如果你計個數之後你唔制，你願意為咗 feel good 一世喺度 limit 住自己 ，fine， 你嘅選擇。但係你要清清楚楚，你係因為啲乜嘢去保留呢個信念。又或者你要知道，我真係要成長嘅時候，我真係要搣甩呢個咁樣嘅諗法嘅時候，你會面對啲咩衝擊？你會承受啲咩痛楚？你會放棄咗啲乜嘢？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，你所失去嘅嘢就係你一個純真嘅人，你一個善良嘅人，你會失去咗自己呃自己嗰個面具。然後第八步，你用啲乜嘢去取代呢個信念？如果你攞走咗一個信念之後，你唔補翻啲嘢落去咧，你個腦會開始作嘢出嚟，佢會作另外一個限制性信念出嚟。因為作為一個系統，佢本來係咁樣運作。你攞走咗一嚿之後，佢成檔嘢會彎咗，甚至會崩潰添。譬如呢個世界冇真正嘅朋友嘅，只有利益。你覺得呢樣嘢限制你嘅 networking， 佢阻住你嘅發展，你嘅事業咧係需要交朋友嘅，你係需要識多啲人嘅。所以你要整走呢個信念，咁你要擺翻一個咩信念落去咧？朋友係乜嘢咧？一個 empowering belief 係點樣樣嘅咧？例如，如果你本來係相信冇真正嘅朋友嘅，只有利益，呢個信念你拿走佢之後，你要補充一個點樣嘅信念入去咧？一個例子，一個可能性就係可能你可以咁諗，喺有利益衝突、喺有錢嘅地方所交嘅朋友先係真正嘅朋友，因為嗰啲人係放棄咗利益，放棄咗背叛你得到嘅利益嚟同你做朋友嘅。雖然有引誘，但係佢都頂得住嗰個引誘，同你交心。呢種朋友咧先係真正嘅朋友。OK，嗱，其實同一個 truth 嚟噶，同一件事嚟噶，換一個理解。嗱，點換嗰個信念咧？呢度咧就係呢條片入邊最值錢嘅地方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書啊，或者上課程，或者啲老師咧都係教。係咯，換咗佢咯。我哋唔好咁諗，我哋咁諗咪好咯。OK，但係人嘅腦唔係用句子去思考，尤其是潛意識，尤其是係信念系統，佢唔係一啲句子嚟嘅，而係想像。一旦你決定好你想相信啲乜嘢，你有一個新嘅信念想植入你個腦入邊，你要做以下嘅一個練習。你要想像你喺
未來嘅一個時間點，嗱，要好 specific，一年又好，3年又好，咩都好，你揀一個時間喺未來，然後想像一下自己係真心相信呢件事，想像自己喺未來係咁樣諗嘢嘅，係有咁樣嘅信念系統，你會點樣做人？你嘅處境會點樣？然後嗰個處境俾到啲咩感覺嚟？嗱，最後一步係最緊要，喺未來，假如你有呢個咁樣嘅諗法，有呢個咁樣嘅信念，你會點樣做人？而你咁樣做人會帶俾一啲咩狀況俾你？喺未來，你嘅處境係點樣？喺呢個處境入邊，你嘅感覺如何？你 feel 唔到嗰個感覺咧？呢個信念係植入唔到你嘅潛意識入邊。潛意識係靠情緒去做記錄。Okay? 你中唔中意嗰種感覺咧？係開心定係原來你意想不到？呢個信念會帶俾你一啲後果，而呢啲後果咧，其實你唔想要，個感覺會唔好，你會有啲猶豫，你會有啲保留。如果係咁咧，唔要，會再換一個，直至到有一個信念俾到你嘅感覺係舒服嘅，你係想要呢個感覺為止。然後再下一步，你喺意識上覺得呢個感覺良好，唔代表佢真係適合你。改變信念系統呢件事咧係非常複雜嘅一個過程，你要得到自己嘅意識同埋潛意識嘅同意。下一步咧，我哋講點樣得到你潛意識嘅同意。如果你識催眠，你識自我催眠，咁啊最好，你可以用 yes no signal 去做呢件事。但如果你唔識，如果你冇催眠師咧 ，fine 冇所謂。亦都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叫 idiom model response， 潛意識嘅自動反應。咩意思咧？好簡單，你如果有頸鏈嘅咧，攞條頸鏈出嚟就得，垂直吊喺度，然後就同潛意識講，左邊就係 yes， 右邊就係 no， 然後再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問自己潛意識明唔明？如果成功嘅話咧，嗰條吊墜應該係向左。嗱，呢啲唔係通靈，係自己同自己潛意識溝通嘅一啲快捷簡便嘅手法。如果佢向左邊咧，咁溝通成功。然後你就問佢下一個問題，你同唔同意我將舊嗰個信念換咗做新嗰個？跟住你就等喺呢度就考功夫啦，唔好硬逼自己諗 yes， 因為你逼自己諗 yes， 佢就會向左噶。問完嗰個問題之後咧，用任何方法，用你自己嘅方法，將自己嗰個大腦清空咗佢。可能望住一點，唔好俾一啲句子，唔好俾一啲內容自己，等隻手自己喐。嗱，非常簡單。如果佢向左邊咧 ，yes， 你可以繼續；如果佢右邊 ，no， 咁梗係停，換過另外一個。如果佢打圈咧，就係未清晰，咁所以都當係 no。直至到你有一個係向左嘅一個信念咧，你先去下一個 step， 再下一步第10步。一旦你得到你嘅潛意識許可咧，你就可以繼續啦。有我哋喺呢步入邊咧，真正將呢個信念植入你嘅信念系統入邊。點樣做咧？再眯埋眼，想象多一次喺未來。如果你相信呢一個信念，你會做啲乜嘢？然後你做完嗰樣嘢之後，你身邊嘅環境會點樣改變？得到啲咩反應？你要再次啟動嗰個感覺、嗰個情緒。如果你複製唔到嗰個情緒咧，再嚟由頭嚟過。呢個信念唔啱你，你嘅潛意識其實係唔同意。OK， 再嚟多次去未來 feel 一下嗰個感覺，呢個新嘅信念嘅情緒嘅感覺係點樣？然後將嗰個情緒帶翻嚟而家嘅喺個腦入邊，將個情緒帶翻嚟現在，然後將個情緒擺入去自己嘅心入邊。Whatever that means，install 一個信念嗰個動作唔係咁同自己講，每日喺每一方面我都會越嚟越進步，唔係咁，而係將一個信念所表達出嚟嘅行動所帶俾你嘅感覺擺喺你個心入邊。每一次你諗起呢個感覺咧，你就會重新加強呢一個信念。嗱，進一步一個新嘅信念會俾到啲咩行動力咧？譬如你覺得你本來係唔運動嘅，你有一啲古靈精怪嘅信念，然後你個新嘅信念咧就係一個。譬如知識分子咧係唔做運動嘅，做運動咧係一啲蠢人先做嘅嘢，一啲冇乜腦嘅大隻仔先會做運動。然後你換咗個新嘅信念，一個強壯嘅大腦係需要一個強壯嘅身體去配合。譬如咁換咗之後，你新嘅信念嘅行為表達應該係你會做多咗運動，你會開始嘗試下做運動，至少你會對做運動嘅人嘅偏見少咗。如果你冇咧，由之前做嗰啲嘢全部都係廢，所以最後一步，你呢個新嘅信念
所帶嚟嘅改變嘅行動，你要做多啲。一個信念只存在於一個行動當中。如果你話自己相信呢樣嘢，但係你冇相應嘅行動咧，其實係自我欺騙嚟嘅，係一啲謊言，係一啲廢話嚟嘅。所以最後一步就係做多啲呢一個信念所帶嚟嘅行動。Okay? 你做得越多呢個信念咧，喺你個腦入邊，喺你嘅潛意識入邊就越牢固，越係你嘅一部分。重複得多，做得多嗰啲嘢咧，佢就會成為你嘅自我身份認同。嗱，一個人嘅改變其實可以 skip 晒所有呢啲 step，只要做最後一個 step 亦都得。你想做一個點樣嘅人，嗰種人會做啲乜嘢？你直接係咁做嗰啲嘢咧都得。嗱，今日我喺呢度教大家嘅呢個步驟，只不過一個好簡單嘅版本，入面其實牽涉好多嘢嘅，例如有一個技術叫 compelling future， 又或者 propulsion mechanism。你嘅信念係點樣逼自己去做一樣嘢？信念同埋行動之間嗰個推動機制係點樣？我喺呢度冇機會詳細去講，但我相信你大約有呢個概念，大約我頭先所講嗰11個、12個步驟，你真係約略做咧，對你會有幫助。但如果你真係有興趣想探究呢個機制，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俾自己嘅限制性信念困得好辛苦，你想有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去改變佢咧，我下個禮拜有一個 webinar 喺入邊咧，我會詳細講身份認同、信念系統、限制性信念、催眠狀態呢幾樣嘢點樣連埋一齊，會帶到俾你一套最先進嘅技術去做呢件事。嗱，下邊有個 link，如果有興趣嘅喺下邊報名。